你们烧香万万，听此十分有节，我能闻声进去，混杂一听，他都有也。相公，这有什么要紧啊？我们这关羽啊，不管他们已经死了，还是不去的好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嘿，是个好东西。老公，什么东西啊？竟然好看！嘿，真好玩。两个手机号码，这是我送来的，怎么送给你呀？接我嘛，我接你。哎，两个接我嘛，我接你。要不要吧？相公，做什么？相公，两个收到了好东西，嘿嘿，藏起来呀。梁峰收到了什么东西？来，取来我看。相公，拿。原来是一块玉贝。谁真晓得宽风衣，金龙光景，沙水，上客鸳鸯鸟一只，玲珑剔透若飞来，快来试问多珍贵，听参家乖门。相公，请我玩吧。相公，那我们怎样去国外成家呢？我们不妨三思等来，那十位之人就会到此寻找的。一什么珍贵文，是吃是草是聪明。
红线。
梁师兄。梁师兄啊，各位就是我个阿妹。梁师兄，是妹。哦，二兄，我小妹才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呀。哦，梁师兄是要当面求情啊！自家去的，侬自家去的啊！小弟告诉你，梁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，没见过，哪？二兄，究竟有什么事？阿妹呀，方才那梁师兄侬可看得清爽？二兄，你弟在做什么？阿妹呀，方才那个梁师兄是他阿哥来做媒的，侬看也好不好啊？林子也红彩，那君子多做传承嘞。唐先他气胸，平地白，江湖璀璨。
我
小雷三更，还请娘子早些安在，小生明日再来还给娘子。哦，娘子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顺利顺遂，定有许多不便。娘子倘若有事，那可以呼唤可把好相就是不行。姨老操心。娘子，夜深扶送，夫须关上窗户，免再烦。娘子有天观音，小生睡在寺房，也能安心。娘子，恕我愿恕。告辞了。娘子，传不累。娘子一人在孤寡，好似庙中的观音一样菩萨。神医我千年法语去传，他带我何曾说过塞外君王，事情虽小，山上情与何处？
我对他云啊经理，他总是何必看去？我只等宽些，哎呀奶奶去买财富他将他里。娘子前来见礼，瞧不上你，不欺你吧？请谁领走吧？娘子，此言差矣。神长教堂总有礼节，虽是夫妻，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去多世俗，通他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哦？既是此，岂来从轻也礼？有礼奉啊！有礼奉我，我娘子请坐，同手请。说什么去？不知娘子牛体可爱，音色可好，我牙关可听丝话。请替姑娘不劳操心。你们好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有何千金？娘子，我请你做手逃出房中，就怕要么出名来，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得听娘子前来散心啊！娘子，来，请你举。你不是早知我不会迎娶的吗？不知我以后要是欺负要是，我要为王去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聚谈。既然机已到此，又何必借语为法？还请娘子再说片刻，请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一应三月，我见你总是才眉不作，不知道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，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这长眉锦书长须短叹，却是瞒得了神的。娘子，到底如何呢难之事？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你分忧解谁呀？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人又非常事。非常事又非常情。
哎。
在我刚要为这死亡，他都在里面喊起起来了。应当是要知心腹事，探听背后意。我只有三什么话，听他讲些什么。官臣啊，官臣！他老面从不曾叫为什官臣，今朝背回嘛，倒叫起我官臣来了。多少有去也，两有事啊，两有事。哦，刚叫了我一声官臣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啊？我知你大官全家，翻天我翻呐。我
小孩他走定要报，你为我上来，我都真啊心啊，接着当地是大哥，你离开给我生命吧，我的弟当朝为丞相，好体力主子沿江见着张前家。叔啊，你这老臣怎么把兄弟有啊？哪里老子杨叔不该长死大军，上西天子下呀城，长海幕府的心太凶，谁知道张朝更不知，到处兄妹不西东，自己自苦的荒洋莽夫，我恨不能睡上你老金龙。看起来夫妻到老，后不忘老。后我忙家乡把事工，老夫做过内梦，今生恍然醒大梦，从此千岁恋儿须。情若不应，情若一
娘子开门，开门来！我敲门是谁？是我娘子来了。啊，娘！心惊胆战，问他笑。
有何心事啊？哪有什么心事？看天色不早，你还是回房安再去吧。哎，娘子，我方才路过门外，听得娘子在房中自言自语，不知道在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呀。你听见真声耳语，娘子到底在讲些什么？啊，我在年轻。不知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是心经。这怕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。哦，娘子不曾念错，那再念几句给我听听啊。你倒是夫人年轻愉快无喜，念过嘛也是忘记娘子了。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。我不要听。哎，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，你听了啊？关门男子防未尽，开上门有声应动，快门。娘子，你听了啊？哎，爹娘，爹求你下意，两家两
娘有事啊，娘有事。真正去于此理。愿求生
需小心夜雨惊人，三妹妹知道今后必消啊！多谢皇人关心，哥哥。妹妹，哥哥，请从爹爹来信。
要这个上去赴死。哥哥，母亲之意，求你亲自准备名册动身。名册动身？是啊，母亲亲自催你上京，你终上事情完章，事情已经因为行成出了，倘若不留考勤，给你生气起来，谁能担待了？嫂嫂，替你哥哥准备营帐，我要为父母亲去了。娘子，我上京赴死，留你一生在家，叫我丝毫放心的下呀。我想，我晚上过去上京赴死的好。外甥，你父母四次才病，你上过去，只怕上出事来。不行，等你去之后，我是为庄人家，等你去还乡再来接我，我这一下是好。好，那么你这隐隐之间，协助娘子回家。我看
好反骨，你滚着去！动刀不口去，王权高地，此寻啊，黑暗此事，万万不从。这个怪你。木儿，你好糊涂！想要亲王，你身上也亲王，我走了驸马，就是当今的日本上流，请天下就是开山之高，冲天之势，同上早报，我怎不能随心所欲，如报赎回啊！
永贵早团聚，下不了你家他母去呀去他，一日王府生子后，总算有此意来到，宫花金宝家财神，怎要见娘子？听两老言道，婆婆身体欠安，不知生意受病。
门大。
放在曲母人家，用一炮说是母亲已将我娘子接回来了。妹妹，快去管你嫂嫂眼泪。是，叫不到哪里去叫呀？母亲啊，我娘子她到哪里去了？她到哪里去了？我怎能知道？哦，还是跟你妹妹去。妹妹啊，嫂嫂你，姑姑，我老实地告诉你吧，昨日我们确实请了嫂嫂回来，可今天一早房中却不见她的人，我们也正在找她呢。莫非娘子她？母亲啊，你说声请我娘子回来，为何今日去不见我的娘子？这我哪里知道啊？请问母亲，你说是为何不要接我娘子回来？娘玉嫔才把她请回来的呀。母亲玉嫔，哎，母亲生的生病。哦，是这里。相公，夫人昨天刚刚满月生病。娘妈，你不说些什么？夫人是满月生病吗？娘妈，快与我从这讲了。是，昨天小弟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说是夫人生了疾病。可是等大娘回来一看啊，夫人
我犹豫不决。恩兄，恩兄，恩兄。小妹今日在此，只怕要连累恩兄一家啊！阿妹呀，你我既是结拜兄妹，就应该像同胞一亲一样。阿妹有难，做阿哥个理应该承担。更何况得去忠良之后，那更是应该做的事了。阿妹呀，那老子不发觉你逃走了，一定会派人私自收起。你再也不能委屈了，就只在阿公家里。不过，前厅后堂、上房走过都不能去。对，就知道阿哥的宋王爷都去那个宋奎。等到天黑，我去送龙道出扬州。恩兄对小妹如此操心，小妹不敬。我用得着这个吗？想不到我阿妹竟有这样天多个冤仇了。要是早对我讲了，我就不做这个媒了。来师兄，来师兄，哎呀，杨师兄啊，久违。哎，你是几时回来的？几度回来？哪个去接过的呀？今我要服我了。来兄，小弟我有紧要的事，烦你得拿到厅堂里去讲话。厅堂？哎呀，厅堂都有不便，到书房去吧。这其实书房里肮脏的很，我还是厅堂里好。好，书房里。二兄，我娘子今上可有来过啊？可能是为我阿妹来的。哎，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病了吗？已经把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嫂嫂接回去了，今上可有来过？今日我可没有看见过。报告资料。哎，梁师兄啊，我娃不叫我怎么去走了呀？请坐。我回家好少给大姐，梁师兄啊，我阿妹是怎样会不见你呢？来，师兄。
才大意，故所以我寡为穷妇女，寡官抽刀为家义，这是王夫妻所相见，朝朝暮暮在一起，哪知道家中去啊！让我再去试他一试。哎呀呀，梁师兄啊，侬嘛不必伤心嘞，让小弟再来就能做个媒丽，保侬称心万年。只要你做媒来，哎呀，侬小心就听我讲完啊！我晓得侬的的确确爱我阿妹，疼我阿妹。所以啊，今朝我要帮侬找一个像我阿妹